世界 No.1 膠州灣大橋化學過膠。山東膠州灣跨海大橋6月30號通車，不過世界第一啲咩呢？豆腐渣啩。央視記者發現，好多工人喺度趕工，原來橋上邊好多防護欄連螺絲都未上實，有啲路段仲連防護欄都未裝添，有車失控嘅話，隨時衝落海。這個螺絲不緊，局部有螺絲鬆動的話，它不影響這個結構啊。但有些地方我看螺絲都沒裝，光插都沒插呢。你看底下那螺帽都沒有，萬一車有碰撞的話，肯定影響它的安全性啊。這個怎麼解釋呢？肯定對這個車輛的大橋的安全、車輛行駛的安全會有影響。梗係啞晒啦！佢承認其實仲要幾個月先至可以完工，咁急通車係要趕7·1中共建黨90週年慶典。網民就話趕7·1前通車肯定係狗官下嘅命令，害人不淺喎。大橋全長41.58公里，連接青島同黃島，耗資100億元人民幣，用咗4年時間興建。